繼續來看台北西門商圈設立全台灣頭一個戶外結婚式，規定講這有新的人或者是還未滿12歲囡仔是袂使入去的。不過，所有民眾發現講，竟然有2個囡仔踮這結婚式內底，上無是有5分鐘。市府表示講，會閣加強來宣導甲稽查，若是違規，上當罰1萬。為推動無結婚的都市，台北市府佇頂個月初佇西門商圈的符合式結婚式正式啟用。不過最近有民眾發現，有2個囡仔也踮佇符合式結婚式內底，疑似咧等鬥陣的大人結婚。看到網友表示，囡仔佇結婚式停留時間超過5分鐘以上，為民破情網引起討論。政府機關要多把關，要不然說真的，因為這裡人很多，家長也會擔心說小朋友在外面等，不知道會不會就是會遇到什麼危險。希望小孩子能避開這個區域，這很危險。符合式結婚式內底攏是結婚的人，閣是密閉空間，囡仔較會數一分味，引起外界煩惱，是不是有2手婚、3手婚的健康記錄？台北市衛生局回應，婚害防治法第16條，未滿20歲人甲有身份的人免結婚，父母監護人或者是其他實際照顧的人，愛禁止未成年結婚。煙害防治法規定，未滿20歲之人及孕婦不得吸煙。本市負壓吸煙區入口已公告相關規定，未來會持續加強宣導及稽查，尤其是兒童、嬰幼兒的2手煙、3手煙的危害，對於大腦的一個發育的一個完整，對孩子的一個注意力集中、情緒都有明確的影響。為達到部分都市的環境，台北市衛生局閣公告8月初開始，在花街商圈甲新中山線行公園周邊商圈禁婚，結婚的人愛到指定結婚區，違規上懸罰1萬。不過，符合式結婚式管理依然愛等市府加強檢查。記者綜合報道。